1996年，美國有間公司計緊數，戶口得返30日現金。30年後，同一間公司做咗人類史上未有過嘅事，市值4萬億美元，呢個數大過英國成年嘅 GDP。而呢間公司嘅老闆9歲嗰年被送咗去美國一間寄宿學校，後尾先發現嗰度其實係間問題少年學校，佢日日負責洗廁所。佢叫黃仁勳，30年嚟見黑皮褸不離身。NVIDIA 唔係一間普通嘅公司，呢個亦唔係一個普通嘅成功故事，因為佢差啲死過。嗰陣時啲媒體咁寫，呢間公司捱唔過今年喎。由執笠邊緣到世界第一，靠嘅係3次冇人敢落嘅豪賭，仲有一份改變咗成個世界嘅禮物。呢單嘢留返最後講，每一間帝國都同歸零差一個決定。故事由一張餐巾開始。1993年，加州一間丹尼餐廳，3個工程師喺卡位度將一塊晶片畫咗喺餐巾上面，揀呢度開會唔係巧合。黃仁勳人生第一份工就係喺 Denny 洗碗，佢後嚟仲咁樣認威。In a lot of ways, I was serious when I said I was a good dishwasher. I was probably Denny's best dishwasher. I planned my work. I was organized. I was mise en place. And then I washed the living daylights out of the dishes. And then they promoted me to busboy. I was certain I'm the best busboy Denny's ever had. 由喺呢度洗碗到返嚟呢度創業，30年後台上面擺嘅唔再係碟，係一塊晶片。佢哋賭嘅係打機一定會由2D 變3D， 而3D 需要專用晶片。但係當時連顯示卡呢個詞都未流行，所以冇人信佢哋。公司改名 NVIDIA， 啟動資金得4萬美元。同一時間有間對手威過佢100倍，將王牌顯示卡個個搶住買，係 3D 世界嘅王。呢個王有幾誇張？當年全美國零售賣出嘅遊戲顯示卡，每100張有73張係佢嘅。分析員仲咁講，根本冇人埋到佢身。同呢隻巨獸同場鬥 NVIDIA 嘅第一炮，必須一擊即中。但係 NVIDIA 第一隻晶片 NV11鋪清袋，技術路線揀錯，行業標準轉咗方向，冇人要。仲衰啲，佢哋同日本巨頭世嘉簽咗約做主機晶片，做到一半發現方向錯晒。黃仁勳親自飛日本認錯，點知世嘉老闆唔單止肯放佢走，仲拍板投多500萬美元落嚟。呢500萬就係 NVIDIA 冇執笠嘅原因。但係500萬只係吊命錢。1996年公司炒剩30幾人，計落這嚿資產30日。由嗰日開始，黃仁勳每次開會第一句都係：我哋公司仲有30日就執笠。呢句唔係口號，佢唔係唔驚，佢係驚嗰30日。You want to refine the character of your company. You want greatness out of them. And greatness is not intelligence, as you know. Greatness comes from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isn't formed out of smart people. It's formed out of people who suffered. And so that's kind of the, and so if I could wish upon you, 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but for all of you Stanford students, I wish upon you, ample doses of pain and suffering. 所以賭注得返一個，全部人手、全部錢壓晒落最後一隻晶片。1997年，佢哋最後嗰隻卡面世，快過對手，平過對手，4個月賣咗100萬件。公司由死亡邊緣變行業黑馬，裝機鋪張卡背後都開始見到同一個綠色標誌。起死回生之後，1999年1月 NVIDIA 上市，定價12蚊美金。10個月後，佢哋推出新一代晶片，仲發明埋一個新詞 GPU。呢個唔係產品咁簡單，係一個宣言，圖像運算，值得有自己嘅大腦。咁嗰個王呢？佢掛住打價格戰，亂買廠房，技術一代不如一代。2000年尾執笠啲資產，仲要賣咗俾 NVIDIA。5年前嘅王連個名都冇埋，所以到2005年 NVIDIA 收入翻咗6倍，遊戲卡王座坐穩晒。故事去到呢度應該完，但係黃仁勳見到一樣全世界都見唔到嘅嘢。GPU 係打機用，但佢嘅本質係識同一時間做幾千樣嘢。普通處理器係一個好叻嘅人逐樣做 ，GPU 係幾千個人一齊做。所以2006年，黃仁勳落咗人生最大注 CUDA， 俾科學家用打機嘅卡做科學運算嘅軟件。Is the breakthrough. What have we done? We dedicated our company in the last 30 years and 31 years to a new form of computing called accelerated computing.
The idea is that general purpose computing is not ideal for every field of work. And we said, why don't we invent a new way of doing computation such that we can solve 代 problems? 價每年燒幾億美金，連燒10年，華爾街完全唔明，股價長期捱打。分析員當年咁寫 ，NVIDIA 喺度浪費錢，做啲冇市場嘅嘢。金融海嘯嗰年，股價插咗超過80%，全世界都話佢倒錯。但係佢嘅邏輯好簡單，如果有一日全世界需要大規模平衡運算，個市場自然會自己啟上門。佢喺沙漠起咗個油站等車嚟。佢哋等咗6年，2012年3個多倫多研究員用2張打機卡訓練咗一個神經網絡，佢喺全球圖像識別大賽大幅拋離所有人。AI 界嘅結論，深度學習得咗，而佢需要 GPU。NVIDIA 冇轉型 AI， 係 AI 自己上門。跟住油站真係有車嚟啦，但唔係佢等嗰啲喎。2017年加密貨幣狂熱，礦工瘋狂搶佢啲卡。股價1年升咗3倍，個個都以為呢個就係未來。點知2018年尾幣價冚旗，礦工一夜之間消失晒，股價幾個月內腰斬。原來只係一場假象，但真正嗰架車其實已經喺路上。記唔記得開頭嗰份禮物？2016年，黃仁勳親手將第一部 AI 超級電腦送咗俾一間好細嘅研究機構，嗰間機構叫 OpenAI。6年之後，佢哋整咗一樣嘢出嚟 ，ChatGPT。ChatGPT 2個月儲到1億用戶，史上最快。訓練佢行佢，全部靠 NVIDIA。所以全世界科技巨頭排隊搶佢嘅晶片，一塊炒到3-4萬美金，有錢都未必買到。淘金熱入面賺得最穩嘅，永遠係賣橙嗰個。2023年5月市值破1萬億，1年後3萬億，2025年7月4萬億。而家數據中心佔咗收入接近90%，打機反而變咗副業。換個講法，30年前上市嗰日買1萬蚊佢股票，今日值超過3000萬。咁今日嘅 NVIDIA 仲賭緊啲咩？黃仁勳話：下一浪係實體 AI， 機械人自動駕駛，即係識得喐嘅 AI。佢仲每年出新一代晶片，同全世界起緊一座座 AI 工廠。喺佢眼中，運算力就係新時代嘅基建。但係故事未完，對手圍城，大客自己研發晶片，仲有人話 AI 係泡沫。但記住，當年嗰個王都曾經不可一世。NVIDIA 最應該驚嘅係有一日變成自己當年打低嗰個。拆完成個故事，其實呢個商業故事教咗我哋3課。第一課，揀市場，唔好喺巨人贏開嘅賭台同佢鬥，自己開一張新台。NVIDIA 冇同 Intel 鬥 CPU， 佢發明咗 GPU。第二課，現金流，公司唔係蝕錢蝕死，係冇現金頂唔住。黃仁勳嘅30日哲學就係咁嚟。第三課，護城河，做人人都需要，但冇人想自己做嘅嘢，再用生態黐住你嘅客，呢個就係賣橙人嘅終極形態。30年前嗰張餐台仲喺度，嗰塊畫喺餐巾上嘅晶片變咗 AI 時代嘅心臟，喺冇人信嘅時候倒喺未來。如果你中意呢種拆解，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俾你嘅生意拍檔。仲想我哋拆邊間公司？留言話我知。我哋係 Make or Break Academy，下一集繼續拆解公司嘅故事。